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6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带来各总时，另外热清的5日空的就职典礼，美国总统拜登的经特别助理迪斯会带团来参加。台积电伫美国厂区传出爆炸声，那就是处理废流生的外包清运车出现问题，现场无大火，不过有一个工人重伤。台湾的诈骗骗去到日本去，伫台湾的主谋联合日本的非法团体，专门骗老大人，拢总有30个人受害，骗到2亿日票。新闻头期先来看到，准总统赖清德后礼拜1 5月20日特要宣誓就职啦。美国总统拜登的前特别助理兼国家经济会议的主任迪斯，和前总统小布希任内的副国务卿阿米塔吉，也有 AIT 的现任主席罗森伯格等等，拢会来参加。这座代表团除了要向赖清德表达恭喜以外，嘛要强调美国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约束。未来新政府会持续投入更多的资源，坚定打击诈骗，强化社会安全，以维护社会治安。民进党中常会强调打击诈骗，将是未来施政的重点。赖清德5日控就职总统倒算计时，美国嘛公布总统拜登指派的访问团名单。团长是拜登前特别助理兼国家经济会议的主任迪斯，还包括共和党籍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以及 AIT 前主席布瑞泽、现任主席罗森伯格甲处长孙晓雅，向赖清德传达恭贺以外，嘛展现美国对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承诺。我们这个民主的相关的进程也受到各国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很欢迎所有的外宾访团都来参加。学者分析，这届美国跨党代表团规格甲以往同款，亲像2016年蔡总统第一任期就职的时阵，是由前贸易代表柯带团访台；2008年马前总统的第一任期，是由前白宫幕僚长卡德带军；2000年的时阵，担任总统第一任期，团长是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罗拉泰森。访团的这个成员来看，我觉得规格是跟过去是相当的，是持平的哈。他的政策立场非常的清晰，那也非常的鲜明，也是注重是持续性。美方特别提起派遣由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到台湾，符合一中政策，也甲长久以来的做法。北京若做选择用军事施加压力，也是脅迫台湾做回应，安尼就是挑战的行为。李台中指出，这显示美方的立场都是希望维持现状，提醒中国唔通就地发挥。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陈建仁今日主持伊任内上尾一届的行政议会，通过内阁总司案，要送予总统蔡英文来批准。到甲伊的19任期结束进前，是未过来核定重大政策。陈建仁嘛感谢中央、地方甲全国人民做伙来经过疫情甲科幻的挑战。行政院长陈建仁主持伊任内上尾一摆的行政议会，嘛选了这内阁的成员伫这中央大楼的头前来做伙翕相，留下纪念。5日空进前，陈建仁甲各员做伙比赞翕毕业相。16行政议会通过内阁总司案，送请总统蔡英文批准。到19任期结束前，内阁未阁核定重大政策，干那处理例行性、商务性的事务。陈建仁嘛感谢中央地方甲全国国人共同努力，做伙度过100年做大换，也有气候变迁这的挑战。各部会在既有的施政成果上，会努力来继续精进，并妥为传承交接，让政府的施政无缝接轨，共同为提升台湾竞争力，还有增进全民的福祉来努力。不过外界关心能源政策，准经济部长郭智辉15拜会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立委，有哪位转达郭智辉认为核能是清气的能源，佮表示核电由多数人同意做决定。新政府敢会检视调整能源政策，外界拢在关心。怎么看？就是新内阁说核能是干净的能源。5日空要到啊，对华国加强对台湾的压力。中国国台办各点名制裁5个台湾政治评论的名嘴。特别接任海基会董事长的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表示，不利两岸发展的做法，会伤害双方的互动，不利于两岸发展，而且不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任何做法，我想是伤害了两岸之间的这个互动。那我想这些做法在台湾
是不容易得到支持的。丁文灿表示，希望对华会当坚持互相尊重、善意对等，这才是两华交流的大方向。5.2抗了后，两华关系会安怎变化？各界拢在关心。记者综合报道。最近5.2抗台海局势就变搁较紧张，中国佮派出27座军机、7架军舰来咧侵扰台海，其中军机上近佮挖到离咱的鹅銮鼻干啊53海里尔。官局是表示，目前无发现中国异常的军事行动，不过伫咧网络的攻击是大大增加，平均每天就有250万件。另外，咱的外交部嘛表示，中国也继续用钱来咧讹咱的友邦，就是要让台湾伫咧国际无依无靠。5.2抗进前，台海无平静，中国挑工加关两华紧张的局势。国防部16发布侦查到中国军机27架，其中下过海峡中线进入西南甲东部空隙有19架，上近离鹅銮鼻干53海里，加上中国军舰有7架次，持续伫咧台海活动。嘛，互外界烦恼讲，中国伫5.2抗迄卡刀，敢会增加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包括军舰甲渡船的动向，敢有各样？它的滚装货轮有没有不正常的船舶的调动？目前掌握的情况没有。有没有火箭军的调动？就是没有特别异常。公安局表示，目前并无发现中国军事行动有特别各样的情形，不过网络攻击的次数是大幅度增加。根据统计，中国对台湾政府发动网络攻击，今年1月平均每一天是100万件，到5月初已经加关到一天250万件。在今年我们总统大选后2天，又拉我们的友邦诺鲁来外交转向。中国现阶段也透过我们友邦的邻近国家来进行渗透。劝说我们的友邦跟我国断交，并跟中国建交。另外，中国想要在国际上甲台湾孤立，外交部提出中国想要影响咱国邦交关系5大统战的手段，包括经济威胁、金钱援助下咱国友邦，加强国际一中的局势，以上为证、分化敌我、日地作战、介入选举、造谣、收买咱国友邦媒体等等。侨委会嘛表示，中国会甲统战的脚步延伸到海外交界。中共在海外建立警侨驿站，就是警侨服务站、基金会、商业协会、孔子学院文化中心、统促会、侨社等代理机构，渗透各国社会基层。针对中国想要讹咱国的友邦，日头是愈来愈大。友邦表流11月就要举行大选，外交部表示会密切关注，防止中国影响大选，会全力来稳定咱国的友邦。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咧2009年到2016年期间，其实捌做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不过到目前都拢个无收到邀请。针对着中国乌白利用乌白解读联合国275号的决议文，阻挡台湾参与国际，今仔日就民间团体举办座谈会，建议台湾应该爱先参友邦甲理念相同的国家，来咧表达275号的决议其实无决定台湾的定位。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27开始伫瑞士举办，但是台湾自2016年开始就无参与过 WHA。美国国务院亚太副总卿 Mark Lambert 捌讲，因为中国错误解读联合国275号决议，阻挡台湾参与国际事务。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也主张，275号并无决定台湾的定位。2758号决议 actually 其实只有讲。这个要把蒋氏政权逐出联合国体系，然后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但是并没有人处理台湾的问题，台湾的代表性。大家听到2758没有去看内容，会以为说是联合国体系有一中原则。那这个一中原则又被扩成一中政策。基金会认为，因为中国错误解读275号决议文，致使侪国家、国际组织对台湾的定位有错误理解，阻挡台湾参与国际事务。学者认为，咱来参友邦合作，向国际宣传正确的275号决议文解说方式。我们应该是要让他能够跟友邦开始去联系，去处理这个事情，先把它确认。也就他并没有处理掉台湾的跟联合国的互动关系，因此他应该比照于台湾是比照于非联合国。是非联合国，那也就确认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台湾愈来愈在国际上受到重视咱家己我那做了袂歹啊。像台湾的表现不管伫晶片也好，伫公共卫生也好，我那世界一流的。
除了透过台湾的友邦、理念相同的国家宣传2500号国旗的正确解读办法，基金会认为，台湾即马伫公共卫生、半导体这块领域伫国际上表现出色，咱也要继续以持为家己发声，让台湾伫国际上的声音愈来愈受重视。记者郭林友凯台北报道。这个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新加坡新的总理51岁黄顺才将宣誓就职，互李显龙李家掌权的时代结束。黄顺才伫咧美国留学读经济甲公共管理，伫咧新加坡做公职已经27年啊。黄顺才表示，伊会用谦卑、担起重担的态度来领导国家，为590万的国民服务。I, Lawrence Wong, having been appointed to the office of Prime Minister, do solemnly swear that I will bear true faith and allegiance to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宣誓就职对李显龙的手来接手，新加坡第4代领导团队正式成型。黄顺才用3种语言发表就职演讲，一开始用马来语表示会行入基层，改善大家的生活，后来用中文强调李显龙就敢若是伊的老师，以后会继续重视伊的意见甲看法。上面用英文讲，伊是第一位新加坡独立了出席的总理，上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找40岁少年男女加入领导团队。Almost all my colleagues in the 4G team were also born after 1965. My generation's story is the story of independent Singapore. Our lives are testimony to the values that forged our nation. Then we can build a Singapore where everyone succeeds in being the best possible version of themselves. 黄顺才今年51岁，大国民自体大汉，读社区学校。去美国留学，摕到密西根大学经济学硕士，加哈佛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自1997年开始，伫咧新加坡博弈甲工业部做了27年的公务员。虽然捌伫咧教育部、国家发展部、加文化社区青年部，也有财政部等单位历练，不过唔捌互人看做是有可能坐单位的连选。但是伊看到新冠疫情期间领导抗疫小组的优异表现，伫咧人民行动党内面得到多数的肯定。即拿做2年副总理，就被推选做李显龙的接班人。李显龙真正伫咧5组党政府是做14年的副总理。黄顺才互人形容是新加坡帮上好的体现。Because by working hard, has been able to reap the success of that hard work.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appeals very much, to Singaporeans as part of the whole, Singapore dream. 掌权20年的李显龙伫咧摕来了，也是伫咧新加坡政府做国政顾问。不过黄顺才伫接手了，就有真侪挑战，包括新加坡的收入差距扩大、厝价大起、少年人嫌讲社会流动性衰退等问题，和组成60几党的人民行动党顶一届大选的得票率降到61%的新低点。公视新闻陈伟玲、吴义昌、王慧文编辑。咱头拄仔有看到新加坡的新总理黄顺才，虽然进前是互人看做李显龙的接班人选，不过透过带领防疫受到肯定，即马嘛正式成做新加坡的领导人。原来这位新的总理会安怎做出甲长期掌权的李家无共款的施政风格，也有所落来伊所面对的难题，咱请详英为咱来说分明。是主播，解判新闻有理路有深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尚莹。今仔日咱要来讨论的，就是新加坡的新总理黄顺才。伫这之前，咱要甲大家做一个解说，就是讲照新加坡的制度来看，其实这个国家因是有总统的，也毋过因总统的地位参英国的元首，其实是马共拢是无啥实权，颠倒是由总理来管国家的大细项代志。因为这个总理，伊就是由国会上大党来做决定，而且会当无限期连任。现主时新加坡的国会就是由人民行动党来做头家，自第1代的李光耀、吴祖栋、李显龙，一直到即卖黄顺才，因4个人全部拢是人民行动党的人。也那历届政权也伫李显龙食老落任了后，就正式结束。也那这个黄顺才到底是安怎会当副总理做2党就来接任总理咧？其
实黄顺才伊有一寡家己的特色。咱来看，伊是头一个伫咧新加坡建国了后出世的总理，这也就是讲新加坡的这个总理黄顺才，伊是一个新世代的代表，新的风气、新的气象。另外，这个黄顺才伊家己嘛是读经济，也阁有公共管理的双硕士，这也代表黄顺才伫咧经济甲公共管理这两个领域，伊是的确有家己的专业。另外，上届互大家学乐的，就是黄顺才伫咧新冠疫情期间，伊是带领规个国家团队做伙来防疫，而且呢，详细听报告掌握疫情，伊的行动也真受到大家肯定，也阁有信任。另外，这个黄顺才伊的风格就是重视团队，伊有讲会找一寡少年辈来加入伊的执政团队，另外嘛会用这个开放的态度，谦虚来接受大家意见。做伙来带领新加坡这个国家，也毋过新加坡这个总理黄顺才，伊伫接任总理了后，其实伊嘛面对真侪挑战，也就是讲，即马中美的关系是真紧张，而且黄顺才佫讲，这新加坡其实是要徛高平的，也就是讲，这个新加坡到底是要安怎伫这个局势当中来生存，而且做出应用，这对黄顺才来讲是一项真大的挑战。另外一项挑战，也就是新加坡的国内即马厝价真悬，而且好野产争差真大，要安怎解决这项问题？这对黄顺才来讲，也是考验到伊的智慧，也阁有能力。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发新闻，咱即马甲现场交通向主播。好，咱感谢尚英为咱做说明。所以来，咱来看到进前香港反送中的歌曲原因赶归香港，去互人列作是禁歌。影音平台 YouTube 虽然对香港法院的裁决表示失望，不过也是按照禁令针对地区来封锁32底甲原因赶归香港有关系的影片。不过，因也咧建议上诉的选项。原因讲归香港相关32底影片已经伫 YouTube 落来，佮通过依照法律无法度伫所在国家地区网页播放。这是 YouTube 为着遵守香港法院的命令，甲移除香港高等法院特别针对2019年反送中的这首抗争歌曲颁布临时禁制令。当时法官警告，想要煽动分裂的无共意见人士，可能会利用这首歌当作反对国家的武器。YouTube 对这件代志表示失望，不过因讲的修法。同时继续研究上诉的选项，制止任何人以煽动分裂国家和侮辱国歌的意图使用和传播有关歌曲，是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国歌尊严限制责任的正当必要举措。YouTube 对香港法院的命令发表批评言论，认为这个裁决会让人对香港政府想要促进所谓经济，也甲复原进程的名声产生怀疑。香港并无所管的国歌，原因讲归香港，这是顺时代的创作。主权移交了后，官方的歌曲本来就应该是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过因为敲锤结果加演算法的机制，原因讲归香港颠倒变做非官方替代歌。香港政府2022年要向 Google 抗议，希望敲锤时阵会当找到对的歌曲。不过 Google 当时认为无法定的命令无法度照办，原因讲归香港为2019年开始一直流传，对香港版的国安法通过，香港人言论自由大幅度限制，嘛变做香港人伫国际流传的精神支持。这个歌曲唔但伫影音平台一直流传，而且真侪解互中国友邦，想讲是香港的国歌，伫国际比赛时阵播出。中国甚至为这件代志展开调查，是毋是互外力渗透造成的？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伫咧太平洋属于法国的岛屿新卡利多尼亚大规模暴动，原因就是当地居民不满法国国会通过住伫遐满10档的法国人就会当去投票，来争取要独立的原住民就认为这去冲击到因的选举权。这示威者将街头抗议、放火，甚至佮开枪，造成一个宪兵甲3个示威者过身。法国总统马克宏就宣布当地实施宵禁，会佮派警察甲宪兵去维持治安。民众伫咧路的放火烧物件，伫咧路的菜物件当条的甲警方对峙。法国伫太平洋岛屿属地新克里多尼亚连续几落天发生30年来上严重的骚乱。
民众伫咧路下放火、烧车、烧厝，甚至有人向警察开枪，结果造成一位宪兵、3个少年的卡纳克原住民死亡，几落百人受伤，超过100人被逮捕。和当地居民这么受气，是因为法国国民议会伫这礼拜通过选民资格修宪。sont opprimés, on a de la colère en nous. Tout se passe là-bas et nous on se demande est-ce qu'on nous entend, nous peuple kanak. 法国国民议会第10个以351票赞成、153票反对，通过修改当地地方选举制度的议案，准移居当地满10年的法国人投票。新克里多尼亚的人口要到30万，有4成5是原住民美拉尼西亚人，欧洲人是有要到3成5。想要独立的卡纳克人担心，这边法国修宪会减弱因的选举权，和原住民的意见被透波边缘化。In France, the country of human rights, we have French citizens who are still not allowed to vote in provincial elections, even though they have lived in New Caledonia for 25 years. We cannot accept this injustice on a French territory. 新克里多尼亚是伫咧澳洲甲斐济之间的南太平洋岛屿，也是世界第3大锡矿生产国。法国伫1853年并吞这个岛，1946年和这个殖民地海外领土地区。伫咧这个岛上1/5的人是生活伫咧三请线以下。1998年签卢美亚协议，和当地人有更较侪政治权利。延过几多10年来，当地一直拢为着选举改革伫咧吵。这边的修宪也引起大规模的不乱。法国总统马克龙伫拜三宣布，当地15透早5点开始进入紧急状态，至少12天。机场关起来，实施宵禁，并且增派几落百位警察加宪兵到当地维持治安，也禁止使用影音平台抖音，防止民众散布不乱的信息。Et donc l'enjeu que nous avons sur effectivement le couvre-feu et l'état d'urgence maintenant qui a été présenté en Conseil des ministres et qui passera en vigueur à partir de 20h, c'est justement pour faire revenir le calme et la sérénité. Ce n'est pas en lien avec le projet de loi constitutionnel en l'état. 当地依照协议，8、3遍举行独立公投，结果拢是留伫咧法国。延过选民的资格自从协议签署了，一直拢无修改过。法国人就算是已经住伫咧当地几落年啊，依然也是无投票权。法国政府是希望会当透过这边的修宪实施民主。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台湾的诈骗真创手，即马搁骗假对日本去，伫咧京都、大阪有真侪共犯，互人掠着。咱的警方调查发现到，这幕后的主嫌人是伫咧台湾指示，透过和日本的非法组织合作，利用假的检警专门来骗日本的老大人。初步清查有30个人受害，拢总骗着2亿个日票。警方规定，我过来甲嫌犯抓起来。嫌犯这个藏匿所在专门伫咧做诈骗犯罪。警方2边的行动，不但伫台湾抓到5位嫌犯，甚至也有5位台湾人是伫日本被抓到。透过通讯软体来要求车所来进行定时的安全回报，看有没有被日本警方查获。它最重要的就是怎么在日本去拿这个提款卡跟去做提领的部分。专案传出来是因为咱国警方接到日本的通报，抓到台湾一名车手伫京都、大阪等地被抓到。经过调查，幕后的诈骗集团是美伫咧国内指挥，找帮派成员去日本领钱，那包车包大，连坐车的方式拢安排好势，每一张单会当抽3趴的佣金。初步清查有30位日本人受害，不法获利到2亿日元。日本的一个高龄者，因为目前大概都是有领这个他们的国民年金，然后退休者，然后在家里大概都是一个人。那加上日本的民众，尤其是老一辈，都蛮守法的，所以对于假检警的手法都深信不疑。国内诈骗集团专门伫咧警示大人下手，甲日本不法的组织合作，用假检警来骗。其实唔那是日本、台湾的士大人，也是这类诈骗集团的高危险族群。过去的生活经验
前他觉得警方就是可以相信的互动的朋友啊或邻居这些比较少。加检警的诈骗案件每年有上千件，60岁以上涉大人受害，伫咧109年有740件，110年要到800件，111年是784件，拢占超过一半的人数。面对着早期犯罪，据报数一直出，抑阁一直伫咧出新招，所以大家拢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内警界陆续逼出歹代，伫咧今年1月底，高雄林园分局逼出有员警甲诈骗集团交结了后，检方又阁发现到另外一个警员冒涉案，伫咧昨已经成押禁见核准。另外，伫咧台北市松山分局是传出有一个警员涉嫌甲色情甲跋筊的非法业者斗暗号，检方昨嘛传唤30来人到案。台北市松山分局发生包庇的代志，有一位4楼的警察涉嫌收钱包庇色情加赌博业者，检调昨约谈4楼的员警，抑有台北市议员叶林团市长的前助理等36人，暗时移送北检复讯。1月底，高雄林园分局辖区内4单的员警，正表示涉嫌勾结诈骗集团的事件，获检方羁押。这次分令检方，搁在罗南区所在同一个分局的港埔派出所等10个所在，认定有5个人涉案，其中一个果是警察。侦讯后认为，洪姓员警涉嫌刑法包庇、赌博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灭证之余。警方调查发现，已经受押的林园派出所4单的警察涉嫌做诈骗集团的军师，港埔所4红的员警也敢有参加，甚至也搁做赌博网站的代理商。15月到成押禁见核准，林园分局也随该记过免职。依据《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及《公务人员考绩法》规定，核予从重一次记2大过免职处分。并从严追究相关人员考核监督不周责任。桃地检署4、5的公诉检察官也表讲，替牵涉到诈骗案件的律师查甫朋友出计谋，建议伊甲诈骗集团军师4等律师合作。本署已经由台湾高等检察署调取相关卷证，本于勿枉勿纵原则详加调查，理清事实，秉公处理。并将尽速对外公开结果。警政加司法人员连续发生犯罪案件，司改会认为相关机关应该建立监督机制，积极调查，并且对确定涉案的人士充分追究因的责任，避免再有其他的从业人员也因为利益犯法。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有备处真热市，3月全台交易量有到13000件，年增幅度有62%。不过，不动产代销工会全国联合会就观察到，最近伫咧网络拢有社团也是网红咧招团买有备处，影响到市场。建议政府就应该爱重视，爱来管制。怪手持续伫咧工地咧学，工人嘛伫安全帽持续赶工课。国内易售市场交易也是真加热。根据世界电路统计。全台湾今年3月份易售交易量达到13000件，年增62%，而且因为厝价起，互交易的总金额加悬，达到2135亿。不过，不动产代销工会全国联合会观察到发现讲，最近社团或者是网红招团买厝的乱象是赢飞。已经占整体市场交易2成左右。是找代销或者到借贷市场吧，因为你网红，坦白说，他一定有所得吧，有所抽吧，它的价格真的会比代销便宜吗？也会担心它是会有业配啊，然后我们的购物成本反而会被叠高。现在会自称说我是台积电的工程师，手上有多少人就是要一起购买。2023年修法以后，大概我们的态度基本上就是按照政府的规定来处理。不动产代销工会全联会表示，通会碰重引发民众对厝价疑忌的心理，加上贷款的时代来临，未来开始扣碳税，拢加速民众买厝的意愿。建议政府爱主动社群或者是网红招团买厝的乱象。过去也曾经发生过网红或者是说是名嘴，把这个客户带到真正的接待中心去，然后签了一个假的合约，后来这个买方他求助无门，定金也收不回来的一个情况。徐家兴表示，不动产买卖交易人员爱有考虑相关的证照，才会当做销售的行为，而且防止交易的金额悬。民众若经验不足的情形之下，网红甲社群招团无度提供相关正确的资讯，加上利用边境贷款条例话术，恐惊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疑虑。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某一间国中的篮球队教练逼出不当体罚，还有对会小目不明的问题。出面指控的家长表示，代志逼康了后，囡仔就互人抓来算总校，受到霸凌，逼甲得爱转学。针对这件代志，校方背回讲，拢有咧进行调查甲辅导，嘛强调无暗号这个教练。因那高雄市府嘛要启动调查。家长摕囡仔写予市长，讲出拍球愿望的丁真批。这几个家长3月底出面质疑，高雄一间国中篮球教练不当体罚，甲对会校无清楚，事后囡仔煞伫校内互霸凌。大队是林教练带的，他就是把我们剔除在大队的名单。那小队的教练也不能带他们，因为他们不在小队的名单里面，就等于没人管的状态。网络上面截图我们开记者会的画面，然后在旁边加字留言，说都是你们这几个在惹事。烦恼囡仔受影响，家长16透早无来定情，篮球队5个学生接受伫这2个礼拜转学，同款出面指控的家长会长嘛互罢免。校长从头到尾都在家长会的现场，教练学校不但没有把他停聘，继续让他能够控制学生的上场练习的权利。让他控制学生出赛的权利，那这些小孩就是被牺牲的嘛。面对这校方强调无介入家长会长罢免案，迄天只是受邀请列席。收到家长申诉不当体罚了后，嘛启动调查，互教练伫专训课请假，甲当事学生隔离。专训课的时候去做请假的动作，那表示已经有达到隔离的动作，所以基本上，会议的部分就决议说，教练未达停聘的标准，也兼顾到其他班级孩子授课权。校方强调，学校甲学资中心有继续辅导学生。当期卖回应，已经启动对罢免案甲校长行政管理责任的负级调查。因为校方进行调查过程定数有问题，已经退回，市府会赶紧厘清真相，确保囡仔受教权。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咱台湾头一间国家军武实验室16透早伫咧高雄兴达港举行动土典礼，总统蔡英文阁有落南亲身去主持，按算2017年就会完工。未来这间实验室会当来提升台湾造船研发的技术，培育人才，互咱毋免阁挖去国外斗3工。平安，动土顺利。总统蔡英文主持国家军武实验室的动土典礼，16透早伫高雄兴达港举行，侪侪贵宾也到场参加。为2022年开始，国家海洋研究会是结合台湾4间的大学，成立军武试验国家队，伫兴达港来打造台湾头一座国家军武实验室。未来毋但是国家级别造船研究的机构，也是造船专业人才的培训基地。国内虽然有4所大学设有船舶试验的水槽，但是都缺乏耐海性能、操纵性能及回旋臂等试验。而这座我们即将动土的这座实验室完工之后呢，将能补足这些不足。目前实验室规划2个水槽，除了模拟海洋的真实状况，测试船只效能，另外还会当进行水下载具的测试。实验室面积大约有13000平方公尺。国海研院长表示讲，实验室成立是对海洋国安建设非常重要的一步。未来国家船舶实验室的工作将以船舰的耐海性能试验、水下载具的操纵性能试验，以及海中结构物水动力测试为主轴，将可以满足我们国安的自主需求。国家军武实验室开14亿外建地，按算2017年完工启用。政府推动创水港国内制造，未来实验室唔免阁挖靠国外资源，也通培训造船产业的人才，增加台湾海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记者张一辉、邱兆勇高雄报道。新的政府特别上任，真侪教育团体、家长团体今仔日就召开记者会，提出包括爱推动教师证制度的改革，甲对新学主义的检讨等等，真侪项政策的建议。因为民进党的立委陈培如嘛呼吁未来的教育部，爱针对着教材、教学方式、甲经费来支持无语的教育。后礼拜一，新的执政团队特别上任，侪侪关注教育议题的民间团体和民进党立委，拜时共同召开记者会，针对学校、家长、学生和课纲4大方向，向国内要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永尧提出建议。其中，台湾家长教育联盟就呼吁教师证的制度爱改革，让老师对时代加强专业能力。时代不断的在进步，
那老师不能用你30年前取得那个教师证作为永久有效的教师证哈，就像医师一样哈，医师他每6年他就要去换证一次，就让老师可以跟这个时代的进步而随时增加自己的专业能力。大家民嘛希望老师会当有更较宽的眼界，因也建议教育部推动小型的科学论调，增加环境的刺激。另外，人本教育基金会嘛针对教育部提出批评，指出自108课纲施行以来，所要无法度改变普遍的升学主义观念。有没有办法从我们的教学改革上跟提升上，让我们可以突破升学主义，而不要只想着什么考试领导教学，让我们改变考试的方法，所有的考试只会领导考试啦。人本基金会指出，应当针对老师家长的观念和师资培训的系统等等去加强和改进。也那伫语言政策的部分，关注保育议题的民进党立委陈培如，嘛呼吁新的教育部团队应当对教材、教学方法也更有经费等等来提出实际支持。友善的语言环境这件代志吼，我感觉是咱学母语吼，学咱家己母语，还是讲外国的语言，拢最重要。伫赖清德总统伊520了，也使甲新的教育部长去讨论这件代志，会安那互咱现场的老师感觉讲有向支持。针对教育议题，无论是家长团体、教育团体，还是立法委员，拢提出一政策的建议和检讨，希望新的教育部团队伫咧教育现场应当有更较进步和实际的思考甲做法。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一礼拜来审查工会法，不过考虑到警消若罢工代价恐惊真大，所以是暂停修法。今仔日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就搁出来抗议，要求要赶紧修法，互因有完整的劳动三权，而且会当组工会来争取权益。赖清德总统将上任！赖清德总统将上任！大声喊口号，希望2020就要上任的新总统赖清德会当先台所有的公务人员。几多的基层公务人员团体昨日到凯道抗议，表达因的心声。尤其亲像是屏东明阳大火等重大火灾，定定造成消防员严重的死伤。基层的消防员一直希望工会法完成修法，会让组工会主张因的权益。不过，立法院维权委员会伫这礼拜审查工会法，考虑到警消若依法罢工，对规个社会爱付出的代价真大，所以暂缓修法，引起基层的不满。地方消防局都反对这件事情，我们会认为说，当然你去问自己的老板说可不可以组工会这件事情，是很矛盾的。该要来问我们基层说，这到底想不想组工会？消防署绝对支持消防人员拥有结社权，但身为消防及灾害防救主管机关，罢工权对于消防勤务的执行是有疑虑的。上诉强调，身为消防救灾的主管机关，伫咧勤务的执行对罢工权有所记录，会依照委员会决议，伫1个月内加消防法纳入职安专章的条文，送立法院审议。我们的加班费的计算方式其实是有问题，除以我们的劳动时数算出来的加班费，甚至可能会比基本薪资183元还要低。现有的在职者只能透过不断的超时加班来弥补庞大的人力缺口，但这样的付出长久下来，不但造成身心俱疲，而且无法领到相对应的加班费。若是要组工会，参加的人也希望职安会当得到完整的保障，加班也会合理补偿。希望赖清德总统应该伫咧上任了，赶紧处理无解决的基层公务人员加班费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位民众，今年2月29生日就满60岁啊，要来申请提早退休领劳保年金。所幸劳保局讲，到伊满65岁迄当，其实无2月29，所以算转来，伊今年爱到3月初1才会当申请退休。伊就是讲，爱到4月伊才会当领到年金，可以减领1个月份的钱。2月29出世的陈小姐，伫台中工业区的零件工厂做采工，今年满60岁啊，想要申请劳保的老年年金。42年的劳保年资，伊个逐个月会当领到2万元左右。今年2月，伊去劳保局台中市办事处申请，本来想讲3月底就会当领到第一笔年金，不过劳保局煞真定讲，伊爱3月初1才有符合60岁申请资格，也就是讲4月底才会当领到钱。等于讲2月1个月年金伊领袂到啊。陈小姐是化工无讲白。2024年2月29就已经满60岁，就是可以请领的。那年的这个系统，他们要去克服，不是由我们来去做那种救济的申请。
但小姐批评劳保局讲法直直变，先开始讲电脑系统无法度拍字控制4年2月2九，爱改用3月7日来代替。后来佫发函予伊，爱伊申请劳保争议的4项审计。但小姐主张讲，伊今年2月2九就满60岁啊，2月申请，照理讲3月就会当领到年金。毋过劳保局是强调讲，依照劳工保险条例规定，但小姐伫2029年才满65岁，因为迄当年无2月2九即日，所以提早5年来清领，倒头算爱今年的3月7日才有符合资格。毋过律师是认为讲，这款讲法是违反民法。民法那个124条其实有规定，那出生年龄的计算就是从出生那一天起算啊。今年又有2月29号，那今年陈小姐其实很明显就已经满60岁了，就已经符合这个请领的资格。那应该是没有道理再从5年后再反推过来。那提前5年，就是从118年3月1号往前推5年的话，它符合的请领资格的日期是113年的3月1号，所以它到3月的时候才有符合那个请领资格。劳保局表示，依照内政部函示的规定，一切拢是依法行政。但小姐会伫4月底领到3月年金，这法律的见解含解释无共款，双方无共识。这也显示2月2九出事的民众想要清领劳保的年金，会有认定的问题。记者尤明峰、平焕群台中报道。伫咧新竹宝山一搭山坡地掠到青运业者乌白乱倒建筑废弃物，乌心钱赚超过1亿，互新竹地检署来甲起诉。亲像这款伫咧偏远山区，互人乱倒废弃物的，实在是掠袂了。亲像台东对去年到今年也已经掠到8件违法乱倒废弃物的案件。武士总队第3大队军干半年，伫新竹县宝山乡一个山坡地抓到废弃物清理业者，加工造地卖种地所非法倒废弃物，规个山谷强要互伊吞平，有3层楼悬。经过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加环境管理署最近来学，发现其中有真侪是建筑废弃物，而且乱倒。趁迄日，新竹地检署伫审理了，甲业者16个人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利用合法牌照对外承揽废弃物清除业务，竟将分类出之营建废弃物回填在对外承租的山坡地，回填体积超过4万立方公尺，不法利得高达1亿5千万元。废弃物清理业者合法暗合非法乱倒建筑废弃物的行为，伫全国常常发生。台东环保局自去年到今年就查到8件，业者拢是经庄卡偏僻的山区乱弹。通常这些不法的业者或者是不法之徒，大多数会寻找山区偏僻的地方啊，甚至于租地来请到这些营建废弃物。环保局讲，这款行为拢是刑法的重罪，相关会当处5年有期徒刑，并扣1500万的罚金。因为即马厝价好，4月拢伫咧起厝，听来建筑废弃物清理继续也起。环保局讲，为了要避免外地业者伫台东县造地乱倒，会加强边境的巡查，袂互外县市的土非法进入台东县乱倒。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无粪扫分化炉，所以县府对6当前开始用机械将粪扫分类处理，变做是固体再生燃料再利用。今年总算是达成粪扫的生产甲消化平方，有讲2年半会当来处理完对进前囤到达17万吨的粪扫。粪扫囤到满满时，有的先暂时包起来，有的用转移动式粪扫机械分选系统来处理。产生的固体再生燃料转卖予县内企业达成气化效果。目前云林县逐日生产300吨粪扫，和气化量达到平衡啊，已经有自主处理粪扫的能力。我们推动所谓的GWS 系统，就是零废系统，那还有 MMT 机械分拣系统哈。那到目前来说哈，它整个每天的处理量能已经达到300吨到350吨啊。那另外也透过南亚的焚化厂的更新，好，那现在可以协助云林县将近100吨这个垃圾。之前垃圾一直堆积的话，好像有很多环境的问题啊。如果说这一次那个我们云林县的垃圾可以解决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环境都会有很大的改善。云林县环保局表示，县内粪扫吨17万吨，伫去年底达到高峰。不过今年1月生产和气化达到平衡，今年5月已经处理1万多吨的粪扫，目前大约阁有15万吨。希望中央会当修法提悬固体再生燃料添加率，并紧来处理这寡粪扫。
那一天大概产生150吨的一个SRF。好，那因为基于那个法令的限制，哈，那目前整个塑化公司只可以使用大概是一天将近100吨的一个 SRF 哈，所以每天大概有将近50吨的 SRF 需要暂置，我们就以打包暂置的方式来处理哈。环保局表示，目前粪扫若拢顺利处理，预估上紧2年半，就会当互县内吨的粪扫拢清完。嘛，期待中央会当针对能源转型，甲固体再生燃料添加取代涂炭的比率提悬到20%，来帮助县内粪扫拢透动来处理，加做能源使用。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汤圆的西部地区正在发展高铁沿路的厝嘛，愈来愈多。不过民众就来反映讲，列车经过的噪音实在伤大，环保局嘛有去监测到音量已经超标。高铁公司是回应讲，因会伫咧期限内提出改善的计划。高铁列车高速通过，引起正大的噪音，住伫高铁北路沿路的社区居民正困扰，尤其是半暝了后，噪音特别明显。有住户反映，就算有装隔音窗，也是会妨碍困眠，真正真头痛，所以向议员申请。就是青浦站没有停那种的，它那个声音就很大，这样子，因为它没有停嘛，就咻那个就很大。那一般的还好啦，还蛮大声，讲话那些都听不到啊，有时候讲一些公式什么的，就是要等那个经过才能讲到。其实对周遭社区民众来说，已造成生活上非常大的影响，也造成他们精神上及生活上非常大的不便。去互噪音困扰住户大的社区，甲高铁铁路离较无30公尺。环保局是讲，这区是第3类噪音管制。环保局现场监测，确认噪音超过标准，上大音量达到87.2分贝，已经依照噪音管制法要求高铁公司限期内提出改善计划。该社区经本局进行连续24小时监测，平均最大音量监测结果为87.2分贝，已超出标准2.2分贝。针对高铁的音量超过标准，高铁公司回应，会伫7月17期限前向环保局提出改善方案进行评估审查。若是无限期提送，环保局会依照噪音管制法第29条，处新台票10万至50万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稻仔一期作进前咧结穗的时阵，当着落大雨、超高温，造成真侪山区拢出现潮热病，影响着收成。因那伫咧东山区的菜瓜嘛，敢若是因为气候出现损失，农业局就呼吁农民爱赶紧来通报灾损。这是台南后壁区青吟吟的稻仔田，不过斟酌看，即寡差不多过20日就会当采收的稻仔，煞出现白穗的问题。部分的田无遐严重，白穗较少，有的煞是一大片。而且毋若伫后壁区，包括关田、下营、新市等等的所在，拢有烧伤的情形。那讲迄以前落遐雨影响，较慢的就无，较慢的就无着白穗啊，气候，那就气候性的。白穗都袂管巴掌，都变风炮弹啊，一冬无两季无播啊，就今年那就培粉掠较强啊。一个是稻热病，还有一个是恶化米虫咬的也会这样。可是现在目前田间看起来啊，几乎都是稻热病。那今年稻热病比较严重，我是觉得说跟气候也有关系，因为今年气候热不够热，凉不够凉，其实这个就是最适合稻热病发生的时候。初步调查评估有头1成到3成的损失了哈，因为水稻已经不适用天然灾害救助哈，回归水稻保险了哈。看材料发现特殊白穗的原因，可能就是稻穗热病，造成稻穗内底无肉。台南11号是内底上界严重的品种，平均稻穗超过2成灾损。即马有民代要求农业署看灾，希望厘清台南以及作稻穗热灾情。另外，东山区嘛出现菜瓜受损的情形，当地农民怀疑甲气候有关系。一般是气候那个温差太大，所以丝瓜产量差啊。如果太热的话，它就比较没有办法采收了。就是它结果率就会变得更差。这时候应该是产量最高的时候啊。结果今年还不到1-2成啊。对啊。东山菜瓜的农损情况，目前要等公所调查了后才来统计。台南市农业局呼吁农民若有灾损，要赶紧通报。因若稻仔受损，影响到农民的收入，嘛希望相关单位赶紧启动稻仔保险理赔的作业，让农民会当安心。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进入高龄化，去年平均逐个月拢有6万个中高龄的劳工咧找头路，3冬来增加25%。反映中高龄的员工这工课4冬来嘛加1.66倍，而且是愈来愈侪企业要创造对中高龄友善的就业环境。BBH 的阿姨，伊是连锁素食店的员工，当咧替人客送餐。伊今年53岁，伫素食餐厅食头路已经有1冬。改变过去餐饮业拢是少年服务生为主的印象，即卖有愈来愈侪餐厅也是企业拢真欢迎中高龄的员工。这位新老表示，有会了后感觉创业的工课压力伤大，互人请较轻松。餐厅的工作会当配合伊的生活，所以是选择来这移动就业。因为之前我是自己创业，就是上一个工作让我太累了，我想要就是可以，就是下班没有压力的地方，他的时间是可以跟我配合的。我习惯早睡早起。根据人力银行的统计，去年平均每个月有6万名中高龄的人咧找头路，3年来是成长25%。另外，企业嘛愈来愈欢迎中高龄的辛劳，提供的工课4年来增加1.66倍。中高龄的族群会使讲，这几年已经成做企业的新选择。最近几年，亲像便利超商、连锁素食店，拢开始重新设计上班的环境，亲像甲系统的机来放大减轻物件的重量，利用新科技来配合中高龄员工的身体状况，建立友善的工作环境。那我们的中高龄的伙伴已经占到15%哦。我们透过了一些访谈以及现场的观察跟研究，我们去减轻了包括这个栅栏的重量。透过把荧幕的放大，把字体的放大，或者是把一些文字的东西用图像化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中高龄伙伴更容易阅读。另外，业者嘛指出，虽然中高龄的劳工体力比袂过少年人，但因情绪的稳定性较悬，伫咧团队合作上嘛较会主动关心同事，社会经验嘛较丰富，会当发挥团队精神、团结心劳，提高工作效率，对公司来讲好处真多。记者王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为着要拼较好的保育，台北市立动物园若是收容照顾，嘛开始咧做探诊。目前已经成功生出8只古水的石花囝。相片内底这2只细只的石花囡仔是台北市立动物园3月份新加入的成员。动物园作为全台收容受伤石虎的所在之一，除了照顾嘛进行探诊。新出世的石虎会由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接手评估来野放。我们从109年到现在，就是成功繁殖了8只个体，那其中已经有5只已经交由生多所去野放，那今年还有2只新生的小朋友，也预计在它4个月大的时候，我们会转交由生多所做野放前的训练，希望他们回到野外可以顺利的存活下来。根据农业部的资料，目前全台的石虎数量无到1000只。林业以及自然保护署有推动石虎保育行动计划，除了抢救受伤的石虎，收容也阁有维护石虎的基地。为着让石虎的数量变多，繁殖生态嘛是其中的一个工课。是有一些个体，它可能因为受到比较严重的伤害，虽然不致死，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再回到野外，就会变成比较偏长期救伤、长期收容的这个状态。我们希望能够让它的基因能够留存下去，所以会发起就是让他们做域外的繁殖。那繁殖出来的后代，经过野放的训练，确定评估他们可以有办法在野外生存之后，再野放到野外去。林保署指出，石虎的保育是需要真侪单位的合作，野放了后，有相关的单位继续追踪确认后续的状况。记者王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22度至28度。中部地区25度至31度，南部地区27度至32度，东部地区23度至28度，也阁有外岛地区19度至26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